你看哦，一层一层的累积了呢。把切碎用盐敲啊，挖碎，然后来放大水桶，可以做那个液态肥料。你看香蕉的那个茎里面，你看，一层一层的变粗了，你看，就像莲轮这样一层一层的，像同心圆，一层一层的向外扩张。这个到后来就长出那个香蕉，开花长出香蕉，连那个香蕉的纤维都可以利用。然后那个茎刚切掉中间的话，还有人挖成像那个锅子这样，包上那个保鲜膜的，好像过了夜吧，是一天。然后里面有那个像椰子水那样清澈的汁呢，清澈的汁液。是不是可以直接喝？最好要注意卫生。它那个可能很凉，很性寒啊，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呢？胃肠虚寒的不能喝那个太凉的东西，那个值啊，东西有它的物质值性，是寒的还是冷的，还是热的，还是燥的？要注意不能乱喝，最好有那个煮过杀菌的再喝了。那个是好像东南亚那边的人的影片你看到了。